重大事故，沈阳2环70多辆车连环。哎呦我！这交警上不来呀？对，好，这边不要再没啥大用，对，说不快，这给不要谁理？这比得判20年。对对，200万你合计判多少年？那才没给开玩笑，这电那坏大衣呢？这上班给洗上呗？这电洗上，行不？这样吧，这样来。慢点，瞅老半天，怎么捂热来了？怎么开热来了呢？省电呢，电力大。这电车啊，电有的。